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啊！歡迎嚟到許 Sir 有話說時間。今日嚟講咧，就同大家分享一個題目，叫孫宋雙星就耀香江。咁啊，孫係邊個咧？就孫中山先生。宋咧就係佢夫人宋慶齡女士。咁亦都個副題咧，當然呢兩位嘅組合嚟講，都係我哋喺辛亥革命啊，同埋喺近代史嘅革命之中一個情緣啦。同埋喺香港咧，我講翻香港，我哋都有我哋嘅歷史使命噶。咁講翻咧，就最近咧，阿許 Sir 咧就去睇個孫中山嘅一個史蹟徑啊。咁呢個咧就係喺呢一幅圖咧，就係孫中山紀念館有個年青嘅孫中山先生嘅呢個雕像嘅。咁今次去到呢個史蹟徑咧，就發覺咧真係有啲即係比較失望嘅，因為咧似乎啲嘢咧可能未執得咁好啦。其中一個例子咧，就係有一點咧，就係呢個《中國日報》嗰個當其時嘅一個報社之中咧，原來係有一個咁嘅標示嘅喺嗰度。咁誰不知我去到嗰陣時咧，就發覺係已經拆咗有一段時間啦。要攞啲就係嗰部地方。咁我問過啲看更，佢話係啊，都拆咗一段時間，都好似未執過㗎。咁呢方面咧，真係即係有關當局咧，就應該都要適當嚟講就做翻好，或者更加更新做得更好啦。咁其實嚟講都有其他呢個史蹟徑中咧，有其他嘅景點都係可以比較做得更好嘅。咁譬如一啲咧呢方面啦，喺條街裏邊啦嗰度咧就有一個咁嘅即係藝術嘅雕塑。其實講真句，行過咗有啲都唔知啊，因為都係真係要打斜打側咁睇咧，先至睇到孫中山先生嗰個人像嗰個幅圖片出嚟嘅。咁你大斜咧睇唔到嘅。咁藝術品嘅成分就相當高嘅。咁但係有時嚟講咧，真係唔知的話咧，就真係可能嚟講就會行過路過都睇唔到嘅。咁呢方面咧就值得應該注意嘅。咁其他有一個地方叫八子里公園咧，咁嗰度咧其實有兩大景點啊，包括埋富人文社啦。嗰度嚟講亦都係比較就空曠啲同埋多啲嘅地方，但係咧又真係唔容易揾到入去嘅。個指示都咁嗰度咧，其實空間比較大咧，係多啲可以唔同嘅文字或者圖片嘅展示咧，係可以更加即係表達到當其時孫中山先生喺我哋香港嘅一啲歷史事蹟嘅呢方面嘅。因為其他地方咧，因為都喺路邊嘅，咁比較上咧就難以顯示啦。咁呢一度咧係可以做多啲嘅。咁當然啦，講翻即係孫中山先生喺香港嚟講咧，就係佢求學階段啦。佢1883年咧嚟香港求學咧，就入讀過咧就拔萃書院啦、中央書院，即係而家嘅皇仁啦。跟住嚟講咧，就喺香港嘅西醫即係書院咧，即係而家即係香港大學咧就畢業嘅。咁講翻最重要其中一件事咧，同香港嘅關係咧就係嚟當其時咧就嚟香港咧就即係嗰個去陸佑堂嗰度咧，就曾經即係用英語發表個題目咧，就係革命思想嘅誕生咁一開始佢就講啦，我心情都好似翻屋企一樣，因為香港同埋香港大學咧就係我知識誕生之地啊。咁確確實實啦即係一個十幾到二十幾歲嚟講，就求學階段咧，確確實實係俾咗好多呢方面，無論喺即係語文啦，或者其他知識革命思想嘅一啲就培育俾到佢噶。咁孫先生嚟講，當然咧就以救國為本㗎。咁救國為本嚟講，喺香港求嗰陣時咧，確確實實咧，亦都係好多嘢係促使到佢嘅孫先生嘅革命事業㗎。包括認識好多新事物啦，識到好多新嘢啦，有良師啦包括埋佢嘅即係西學院嘅老師啦看得嚟，咁亦都有思想家何啟咁亦都日後咧，亦都係支持佢嘅革命㗎。認識志同道合嘅朋友啦陳少白咁啦，日後都一齊咧投身革命。咁亦都接觸到唔同嘅人物亦都喺日後嘅革命中咧有人際嘅網絡。咁亦都係熟悉香港情況咧，有助於日後香港策劃咧其他嘅起義嘅。咁呢一方面嚟講咧，你相類於咧就係香港而家我哋喺中國式現代化之中嘅機遇中咧，亦都可以融入國家嘅發展大局
了解香港嘅優勢啦。咁呢方面咧，亦都係因為香港呢個獨特嘅教育優勢咧，我哋亦都會吸引好多我哋全國嘅優秀人才咧嚟我哋香港成長咧，亦都係作為一個教育樞紐咧，亦都係以孫中山先生以前嘅呢種嘅裨益嚟講咧，可以作為一種借鏡㗎。好啦，講完啦孫先生咧，大家其實都比較熟悉咧。講翻阿宋慶齡女士啦，咁呢個咧香港人啊比較上咧就陌生啲嘅。咁宋慶齡女士嚟講咧，咁我喺2年前咧就已經有個許 Sir 有話説咧，就講咗關於阿宋慶齡女士咧，其實喺香港嚟講咧，喺抗戰期間對於我哋對於成個國家抗戰方面嘅非常重要嘅幫助協助。咁今日嚟講，我都想講一講咧，其實宋慶齡女士咧喺佢成長中咧，同我哋香港嘅一啲教育特色咧，或者成長特色咧，都係好相近嘅我舉啦，第一佢係容貫中外嘅佢即係未去美國之前咧，就喺上海讀書嘅。咁當然啦，上海讀書佢係讀一啲私塾㗎，有中有英㗎。咁故此嚟講咧，就中英兼備啦。去到即係美國嗰五六年咧，更加係學習到即係當其時美國西方自由民主呢方面嘅思想同埋嘅英語訓練啦。咁之後嚟講咧，佢亦都同孫中山先生咧喺日本嗰度一齊咧，就係即係協助組織呢個革命嘅事業嘅。咁亦都當其實係結為夫婦啦，亦都喺即係換言之，亦都喺日本呢個角度咧生活過嘅。咁喺後期嚟講，大概咧佢去到大概30歲嗰陣時咧，就亦都有段時間咧旅居咗蘇聯同埋德國嘅研習啊。咁故此嚟講，你睇到啊，無論美國同埋蘇聯呢兩個當其時都呢個兩極嘅國家嚟講咧，佢亦都身處過好了解不同嘅文化呢方面成長軌跡嚟講咧，同我哋香港嚟講咧都係我哋接觸到好多元文化咧，都係相當近類似嘅。咁亦都咧，佢傳統啲嚟講咧，佢即係喺上海嗰陣時咧，又成儒家嘅家教啦，重倫理明信明呢個信義啦，係咪？咁亦都係因為佢自己亦都係嗰個基督教嘅家庭嚟嘅。咁後期嚟講，因為當孫中山先生即係過咗身之後咧，佢仍然以孫夫人嘅身份咧，能夠凝聚到國家發展嘅正統性但係亦都同時嚟講，佢係一個獨立嘅領袖咧嘅姿勢，尤其是咧推動婦女嘅解放活動咧，同埋呢個去協助啲幫助弱小嘅一啲婦孺嘅工作之中咧，就不遺餘力㗎。咁故此嚟講咧，即係宋慶齡女士亦都係真係一個由儒家倫理咧，到一啲普世道德嘅實踐嘅典範咧，都係有嘅包括基督教上嘅博愛非乃役人乃役於人呢一方面嘅精神嘅實踐嘅典範。咁跟住最後嚟講，亦都係一個即係跨境網絡嘅即係構建者啦。佢流利嘅英語咧，係真係好幫助咗好多喺度文化溝通。咁當然喺革命事業或者抗戰方面嘅即係外國嘅支持呢方面咧，都係不可或缺㗎。咁亦都佢擅長用西方理解嘅語言咧，尤其譬如基督教嘅教義去顯示中國當其時嘅情景啊。咁你正如頭先咁講啦，佢喺美國、蘇聯、德國、日本都生活過㗎。咁故此佢了解國際多極文化咧，能夠兼顧到外國唔同各方各面呢方面咧，係作為一個好好嘅溝通。故此嚟講，喺抗戰外交嗰陣時咧，同埋國內外嘅統戰中咧，亦都當其時喺香港咧，作為一個抗戰期間嘅一個大支援點咧，亦都係達到一個可以咁講跨境網絡嘅建構者。咁呢幾點嚟講咧，同我哋香港嘅即係學習同埋成長嚟講咧，都係好一脈相承嘅好相近嘅情況。咁所以嚟講咧，兩位都係一個即係中西即係學習嘅一個俾我哋一個即係好好嘅典範。故此嚟講咧，我對於兩位所謂今次我呢個題目嚟講嘅話，即係嗰個孫宋雙星耀香江咧，就有咁嘅建議。第一就係因為而家咧個紀念館咧暫停開放啊，會到下半年咧，即係今年嘅下半年先重開。咁我希望嚟講咧，真係可以咧就豐富到呢個紀念館嘅內容啦。
加設翻宋慶齡嘅一啲專題嘅展覽，因為嚟講咧，因為好明顯咧，即係宋慶齡係第一女士咧，就喺香港咧喺抗戰方面有呢個工作，亦都佢嘅成長嚟講咧，同我哋香港嘅一啲特色咧，亦都係可以一個俾我哋香港嘅市民同埋下一代咧係學習嘅。咁亦都咧係孫中山嘅史蹟徑嚟講咧，我覺得要提升啦亦都可以增設好多孫中山景點，譬如好似屯門嘅呢啲紅樓啦或者佢經常嚟講嚟香港個登陸嘅碼頭咁呢啲嚟講，我哋都可以做啲情景短劇甚至喺唔同嘅景點中咧如果唔方便去將佢再擴建的話咧，用 AR 嘅方式咧，亦都係可以增加啲打卡嘅地方，或者甚至我哋畫啲壁畫一啲當其時歷史嘅壁畫或者漫畫式嘅壁畫都唔緊要㗎，都可以建構翻當其時孫中山先生喺我哋香港成長同埋革命嘅事蹟等好多無處不旅遊之中咧，我哋香港呢方面咧都加強咗一個所謂革命景點嘅旅遊呢方面。好啦，跟住嚟講咧，第三我哋推動一個文化創作即係嚟講，當然喺孫中山嘅影視啦，相當多啦，宋慶齡亦都唔少嘅，不過喺香港嚟講咧就比較少啲咁，但係又唔係冇喎因為如果大家仲可能有啲會記得原來有一套戲咧叫《宋家王朝》係香港嘅導演編導都係香港演咁而中間咧大家如果熟悉啲語言就係張曼玉女士咧當其時咧就係飾演宋慶齡喺1997年嘅呢套戲叫《宋家王朝》，甚至咧張曼玉係當年咧係因為呢一套戲咧係獲取香港金像獎嘅最佳女主角嘅。好啦。講翻除咗張曼玉係扮演過宋慶齡之外，我哋仲有一位明星扮演過㗎，可能好多人唔知因為呢套咧係內地嘅一套即係歷史劇叫做《東方戰場》，係2015年嘅，係邊位扮演咧？咁大家睇一睇啦就係袁詠儀女士咧就扮演宋慶齡嘅。咁所以嚟講咧，呢方面嚟講，如果我哋香港要製作的話，我哋都有好多唔同嘅題材啦。孫中山先生喺我哋香港成長咁多係咪？咁呢方面都可以擺多啲落去。而宋慶齡女士喺香港嗰幾年嘅抗戰事蹟咧，其實都好多可以即係擺落去作為一個電影或者電視劇嘅即係嗰個編製嘅。咁最後嚟講咧，我覺得去翻學校咧，應該加強我哋歷史偉人嘅一啲教育，俾我哋嘅學生了解到香港亦都真係出現過呢啲即係世界級嘅歷史偉人，咁亦都將呢啲事蹟咧納入我哋嘅學校嘅課程啦同活動啦有咩活動可以做一啲演講啦中英文嘅演講得㗎，因普通話啲中英文都得㗎，因為咧宋慶齡嘅英文咧都相當了得嘅。當然孫中山先生嘅英文亦都當然唔錯啦。咁另外嚟講，可以做一啲角色扮演歷史短劇我覺得呢方面咧都可以豐富到我哋香港學生咧對於呢兩位歷史偉人嘅了解，而從而嚟講咧提升自己嘅即係擴闊自己嘅提升自己嘅歷史觀啦，亦都擴闊自己嘅世界觀。呢方面咧，希望可以透過呢兩位嘅事蹟咧係可以做到噶。咁今日許 Sir 同大家分享咧就到此為止。